再来看，因为已经发生安丰基的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德哦，因为腰子灌水，今仔伫台北病院手术治疗。伊的太太陈培基哦，早起嘛伫病院伫陪伴。台北病院嘛发新闻稿指出讲，手术了后恢复了袂歹，身体甲精神状态嘛拢真稳定哦。郭文德继续留伫病院观察一日。 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德落车了后，坐轮椅挂喙安。初二早起，伫矫正署人员的护送之下，去为腹部台北病院准备手术。郭文德因牵手陈培基透早赶去病院甲看。谢谢啊，今天大家都这么早，真抱歉。陈培基讲，初一下晡2点左右，伊接到台北看守所的通知，郭文德初二要动臂小刀的手术，其他的代志是完全唔知头唔知尾，而且真不满。伊讲，根据卫生医疗法的规定，要开刀的患者甲伊的亲人有权利知影要动什么款的手术，是安怎爱手术，也佮有麻醉的方式甲复原的方式，有方通知甲选择的权利。 为什么要手术？是什么麻醉的方式？那手术的原因是什么？或手术之后他的康复的过程是怎么样的？说实在，我跟各位一样，我完全不知。在一个还没有定罪以前，就只是为了说他不要被什么串证、什么逃亡，就是因为这种因素被羁押的时候，他这个医疗上面的人权完全消失。听完之后，陈佩琪就哭了。你不只要通知你要跟家属要讨论包括他术后、手术后他要怎么照顾？为什么柯文哲他连最基本的医疗人权都没有呢？病院立委质疑讲，郭文德的医疗人权受到侵害。前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讲，陈培基去病院问医师了后，已经了解郭文德的病情甲相关的处置，而且甲伊开刀的医师是过去郭文德待病院的同事，嘛是这方面的专家，知影医生手术的方式甲检查报告了后，有更加安心。 主治医师说，他有把一个结石取出来，那个 double J 当然就是说放了之后，当然就是尿排出来之后，水分当然是会改善。那到底改善有没有恢复到一个人 normal 的状态？那个他是说要再追踪，因为毕竟才刚手术完。台北病院嘛发新闻稿表示，手术了后，郭文德腰子行起来情形有明显改善，身体甲精神的状态稳定。腰子因留去膀胱的2条管会先放5天，观察了后才佮摕出来。 病院这边已经安排后续会诊的事项，确保复原的情形。公视新闻新北台北报道。